送子女去補習班補習，成效未必有保障。點樣嘅1對1上門補習課堂先可以教得專業？點樣嘅1對1上門補習課堂先可以令仔女成績進步？各位家長，而家唔使再煩啦，因為 Hong Kong TCS 溫家寶上門補習服務幫到你，全港首創，保證最專業、最優質、最盡責。各位家長，盡快體驗 Hong Kong TCS 非一般上門補習服務帶俾你嘅10大優勢。首堂免費試補，免費補習前能力測試，免費度身訂造課堂流程及教材，首月免費跟進學習進度，首月免費2份校內試卷，首月免費模擬考試及詳解1、2堂，每月免費學習評估報告，多人同每一位導師可獲優惠，介紹新同學現金回贈100蚊，考試成績進步助學金計劃，要將最好嘅送俾佢哋。Hong Kong TCS 有咁多支援同埋配套，最緊要都係有效果。盡快體驗最優質嘅 Hong Kong TCS 1對1上門補習。7、8月暑期補底課程現正招生，免費試補熱線69777313，又或者登入 www.hktcs.com 登記。